今日同大家嚟食呢間嚟自日本嘅奇本吐司。最近奇本吐司出咗一個任食優惠，399蚊台幣，本來一塊多士都要85蚊至到111蚊台幣不等。睇下我哋今日可唔可以食翻回本先。坐得好舒服，係日式咖啡嘅感覺。逆生吐司、迷你香芋吐司、玉米濃湯奶油卷，我好中意佢每一塊吐司都有個網隔住，等佢唔會因為自己啲蒸汽而焗腍咗。生吐司真係好鬆軟，又有好香嘅奶味，就咁食都好好味，同埋佢幫我烘到好脆，口感一流。我仲可以咁樣搣開一格一格嚟食添。試下個迷你香芋吐司，裏邊真係有粒粒芋頭。香港叫做粟米忌廉湯，喺台灣就叫做玉米濃湯啦。估唔到玉米濃湯奶油卷裏邊有咁多餡，仲有真嘅粟米粒，食翻個餡包，中和下啲甜味，一陣間又可以再食多啲啦。咖啡杯係日式簡約風，我嗌呢杯熱辣梯，好好飲，每一啖都係高級享受。撕開塊生吐司，睇下幾鬆軟，等我食快啲，保持戰鬥力，再戰第二輪。法芙娜生巧克力吐司、豆好豬肉鬆麵包、奇本凍奶茶。喺台灣成日都聽到紅茶拿鐵，其實紅茶拿鐵即係奶茶。台灣人會叫牛奶做拿鐵，所以紅茶加牛奶就係奶茶啦。我覺得咖啡好飲啲，可能因為佢個面度好多冰啊，所以咧我飲到好稀嘅奶茶味。大家知唔知生吐司同埋一般嘅方包有咩唔同呢？生嘅意思即係話你可以直接就咁食，唔需要再加醬或者再加啲牛油，已經好好味啦。同埋你睇下生吐司，佢有一個特別嘅地方就係佢個皮係薄過一般嘅方包嘅，鬆軟同埋香味十足，就係生吐司嘅賣點啦。生吐司係日本人發明嘅，希望啲老人家可以食方包嘅時候唔使搽咁多醬。粒粒朱古力吐司本身仲好香朱古力味，店員幫我烘過塊多士，仲多咗一重焦香添。高級肉鬆包，雖然裏邊冇餡嘅，但係出邊啲肉鬆炒到焦香，好好味。我諗我今日咁樣食都叫做回到本啦。以前香港海港城都有一間奇本吐司噶，不過後尾執咗。吐司任食優惠活動只係限平日，需要提早喺官網度預約。暫時全台灣得3間分店有呢個活動，市政府店、大直店同埋板橋店。